来将亲陪。情海誓哦，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情的影啊大哟。你我既然永相爱，嘛家己体分啊，才会应该的。千方百计，欲体婚姻，无奈是爹爹绝了父女情。老朋友呢？咱伫迄个凉亭的时阵，咱嘛有结过拜。搁再讲，咱两个相好，哪会用讲什么话咧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袂变安尼啦。事九啊，落去。其心好好交代事九。是。你即嘛来，我咧讲来。这一回想要甲你讲，咱两个人去找一个较适情的所在，我慢慢甲你讲。我这一回想要甲你讲的啦。好，这提手。好啦，好，起来。兄，
小弟佮玲兄不被指教，今天是特地要来拜访，请问玲兄何在咧？刘兄，请你详细看卖咧。啊，你我就是英台。应台是你？ 3年前，我想要出外求学，伫草桥，甲娘兄你遇结金兰，杭州山寨东窗，想娘兄你的照顾，真是感恩不尽。贤弟啊，当时头次的时阵，咱是兄弟的称呼。如今贤弟这样的打扮，我应该是称呼贤弟也是。杭州的时阵，我是女扮男装，如今嘛，改称兄妹就好。原来是贤妹啊！娘兄，请坐。贤妹请。娘兄，你即摆是路过此地，或者是？有兄，这次是为两件代志而来啊。两件。一来是要来拜访伯母，多谢娘兄。二来是要看恁家九妹啊。九妹。贤妹。 昔日的中华地啊，送君回，贤妹真巧，厝的大爷妹啊，欲将九妹。
怎样？人心，我问你，伊说条条将伊哦，去将心，究竟将心啊，彼个何人？你讲啊！并非阮小姐，伊无守信。我无要听这，我要问的是讲，伊迄份有啥物人？人心，你讲啊！是啥？是甲迄个马甲定了情。应该，我问你，你既然有心啊，是违背当初何必自作媒？无奈是爹爹伊来将亲配。情海誓哦，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这个应大哟。你我既然永相爱，嘛家己体分啊，才会应该的。千方百计，欲体婚姻，无奈是爹爹绝了父女情。民主难为。来做情人。